宝宝伊老大人身体真康健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这病也是老大人做主，叫我来四川找伊。哦，夫人啊，你从林中带来这个所在，家内什么人要替娘亲管理家务事呢？有连中的囝连胜，伊已经娶亲啊，厝内阮夫妻伫咧照顾，你自己放心。中啊，你是安怎呢？小爷，无安怎，无安怎。大概你是日路的关系有较疲劳，要无你入去内面小休困一下啦。无咯无咯，老婆不教，大人、夫人拢伫这个所在，我哪教？我连中，你踮伫莲雾已经50几年了，曾经也思孝受我的父亲经过，你何必搁我经验这么真客气呢？来啦，阿雄，哈，带老罗入去休困啦。是，请，那落过去。对，阿雄，哈，你顺便去后尾问伊鱼姑娘，看伊头壳还过会疼袂？问伊讲住迄间房间是有满意也无满意啊？哦，是，请。好。对，夫人，你是安怎样捌这个鱼姑娘呢？因为半路我去撞到山贼，拄好鱼姑娘来相救我，伊也足热心的，诚心要护送我来遮。算起来，伊也是我的恩人。大人，我看鱼姑娘的身体真软弱，我有意思是要甲伊留踮的这个总督府休养一段时间，你敢袂反对吼？当然我袂反对啊。对啦，这位叫做白秀曼，我收伊做义妹。知府，夫人，你哪会用随便收人做义妹呢？伊毋是别人啊，伊是阿斗的家后。伊去动院关见我，讲伊承认以前对阿斗有毋好，也毋过伊现在已经悔过啊。阿斗到现在还阁无要承认伊是伊的某囝，那安尼分明伊是有意要放杀伊。一来我是同情伊，二来伊甲我也真投缘，所以我才收伊做义妹，受煞甲伊带来四川，希望相公你会当顺因夫妻两个人和好。阿斗，哈，既然是你的宝囝，为什么不承认？莫非你还阁有女人吗？无，哎呦，变大呀！冤枉请听阿斗的咯，说金元里迄个喜怒无常啊，是小万啊，伊一时啊对我来心不满，恨我毋去开门关。迄个卡子棍头咯，是平常事啊，伊骂我比较倒不如啊，伊一时啊讲我来有啊火过，就教我听甲来入心蚵啊，只为我是你，互人招啊伊，对
厝边头尾是暗暗啊笑，我林某做老母嘛面会笑啊！阿大，你是咧后面讲啥？还阁有哦，斗后大的咯，我有种志你，哪有前庭啊，这端圆呀的，我阿斗啊，若是来爬袂起，我这世人就不愿来记着伊啊伊。阿大，你是我哪里样啊？哈哈哈！阿斗，听你之言啊，我心开怀，男儿立志，本来应该的。小万纪念，关花界，从此夫妻啊，永的好海啊！有咯，我记载袂掉啦。你前途光明啊！关其生，你身为总管，在府中诶。你对太夫君啊，爱阮的冤，夫妻这灵，路团圆啊！哎呦，大诶！小万，以后有恁姐夫做主，阿斗伊绝对毋敢欺负你。也毋过，做人的某囝都爱较贤惠咧哦。是，多谢姐夫做主。话边老大的，许姑娘讲伊即马头壳已经袂疼啦，还阁讲你甲安排踮咧后花园遐大吼，伊足愿意的。实在真好，想袂到来四川的中途，会无意中去救着夫人。伊将我当作是救命的恩人，并无看出讲我是迄一暗要去找连夏玲报仇和平的人。也想袂到，我这专是打算要来刺杀伊的翁婿。而且，我看到连庆瑶的时阵，我为什么会心慌意乱呢？为什么我要假做头顶，秘伫要房间内？这个理由真简单，因为你无勇气通我面对连庆啊。早就跟你讲，要杀死家己真心伫咧爱，毋是一件容易的代志。你无法度下手，无这个勇气，你也无可能有这种决心。所以，我劝你四川毋免去，去也是白行。你复仇是报袂成。在杭州婉容楼的时阵，连公主有亲嘴对我讲过，伊讲的这一生中，唯一会动真情的女子就是你，希望你好好珍惜。会当互连庆瑶这种的查甫人动真情，实在是太无容易了。你毋知
我有安尼休息呢。令伊当真正的人是我，唯一令我当真正的人是伊。杨过天啊！你太作弄人了！无你是要甲我输赢啥物？我有听到咱吼狄大的伫咧甲嫂啊讲伊伫咧扮白身出去外口行行咧。你想甲有可能？我实在足无爱相信。啊无你想老大伊会去倒位？我想咱狄大的吼是要去找鱼姑娘，博一个旧感情。迄边哪有可能啦？人我听连中咧讲吼，讲咱老大的对细汉就惊某惊到大汉，伊要哪甲？搁再讲吼，兄嫂人啊，即马拄则来尔咧，是好是歹，伊嘛应该爱陪。我就知咧，我就知影你的想法一定会到我颠倒边，所以我毋知要招你输赢。好啊，啊是要输赢啥物？来，咱一人摕一两出来吼。一两。嘿，即马咱狄大的吼，伊若是打扮白身出来，伊若行对这边去啊，就是后尾门啊崁外口；伊若行对这边，就是崁鱼姑娘的房间啦。伊若行这边，就是我赢，你一两爱互我；伊若行对向边去，就是我输，我一两就互你嘛。好，就安尼决定。恁两个是伫相思什么呢？无啥。对，你是要去倒？我单独想要出来去外面行行咧，真煞暗晡就面。哦，你要出去哦？你。我也是先来去看鱼姑娘者。我赢吼！甲你讲，你都唔信。我甲你讲，咱狄大一定会去找迄姑娘博旧感情。翠娘，大人，叫大人啦，敢袂感觉真清爽呢？只只有咱两个人，也无别人，叫轻摇就好啊嘛。翠娘，大概你阁是学成迄个鸳鸯剑法，听到讲我来伫即个四川，你就甲我约束来遮要找我，哪会安尼诚拄好？你会去救着秀英因呢？哦，哈哈哈！翠娘，也是总督府的后花园，你有介意迄个所在是？你若是有介意，我像名人踮迄个所在起一座金楼，互你大好。袂用诶，千万毋通安尼做，是安怎呢？因为我是刚刚送尊夫人来遮，我真紧就要离开啊。离开？你毋是来遮要跟我成婚吗？无，我从来也毋敢安尼想过啊。翠娘啊，要嫁叫我已经将情再见倾心，是你。
卖红娘，当我失意无困境啊，想你就会勇气倍增哦，比困山河心事犹艰哦。以为分归这个奈何天，你如我的求亲来突然啊出现，令我永远记在心田。你的厝叫我再往府来哦。你的自信的安慰已经抛开，这个真情可贵深似海呀，翠娘啊，因哪好不肯有的好海？庆瑶，闻听尊夫人道心中啊，你若带离邦，是必定遭殃。秀英虽然道心中啊，对我万事是逼一逼就风。阮日串听人谈论你啊，处事严厉随不知。我若将心托予你啊，愈判明福是太可悲。严你的指示，对上下的怎你唔惊了？愈会叫我。秀英的如我这个手中吧，哦，也我如迄个手盘，可是比差。翠娘啊，你讲唔对咯。我哪会将你当作手盘吧呢？秀英是我的手心吧，你是我的心肝命命啊！翠娘，你这样阵就答应你跟我成婚哦。袂用的，我也是袂用个答应甲你成婚。是安怎样袂用的？我捌甲你讲过，阮姨家甲你还阁有一个死家己的啊。死角，翠，你定讲死角，到底是什么事咧？你为什么唔坦白对我讲呢？连大人，是啥？是我说分手，连大人，我会用迄日办。会用的。细兄，是什么代志咧？大人，
李副将掠到一名的奸细，是宗人改办的。哦，我立刻升堂传问。用要救庆瑶的时阵，我袂想要去见四阿哥啦。哎呀，你这草原有够戆，你知无？四阿哥若要收你装好位食，你从以后就会当享受荣华富贵。大哥，我虽然有练一身的好武功，也毋过我却无想要用这去换什么荣华富贵。我甘愿点找家娘做伴。袂用啊，袂用啊！大兄好不容易带四阿哥面前讲偌些好话啦，四阿哥才肯收你当好位，到时候你再反悔，袂用啊！行。大哥。行啦。伊是永王府的后妃，富态伤话，是安怎伊哪要改扮做查甫的？莫非伊是阮将派来的奸细？无毋对。我是四阿哥派来要监视连庆瑶。